过来，咱来看地方的大代志哦。昨昏伫咧苗栗头份，警方接到报案，有一个查甫人介称是因为感情的问题，竟然举刀强压伊的女朋友。警方甲口抗说无效，后来警方开2枪要甲阻挡，结果这个查甫人现砍吊枪送医不治。检方是照涉犯过失致死罪嫌，裁定这个开枪的警察3万块交保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查某人互人扛上车了后，救护人员持续做 CPR。苗栗关头分区49岁生出的查甫人，18反正20分，好亲像感情纠纷，举刀划伤，而且劫持姓陈的同居女朋友。赶到位的员警话声无效，开枪阻止。生出的查甫人倒行吊枪当场乌卡，送医急救也是救无倒来。苗栗地检署暗时询问了后，依照涉犯过失致死罪嫌，裁定姓吴的员警3万块交保。本署也择期安排解剖，以确认实际枪伤部位，并尽力搜集相关事证，详尽查明事实真相。有听到很混乱的声音，对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事情，只看到很多警察这样子。附近的民众讲有听到庆声甲吵闹声，不过无清楚发生什么代志。警方是讲有接到民众报案，有家庭暴力案件，到场的姓吴员警要求生出来查某人甲刀仔放落。啊，不过对方毋无插，颠倒向警方挖进，考虑被害人也有家己的安全，所以开2枪阻止。对于检方交保的决定，感觉真意外，啊，不过尊重，强调会积极协助员警面对司法的诉讼。本分局对于地检署检察官交保之决定，虽感到惊讶，但也只能尊重。对员警因公涉讼，必定给予积极的协助，不会让勇于认识的同仁孤独面对司法缠讼。生出查某人家属甲女朋友代志发生了后，到上检解剖室协助查清楚案情，全程拢无讲话。检方表示，目前只是侦查初期，后续的客观中立原则查明楚真相，维护社会的公义甲法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